若曦，想什么呢13爷，我们还有多久能到？不远了。这儿真好，风景美呀。这有什么好啊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将来这里会寸草不生，变成一片沙地，你会怎么想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变成沙地？因为人类的无知，自私自利呗。你也太杞人忧天了吧！我看你是不是这2天路上太累了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13爷，你教我骑马吧。你怎么说一出是一出啊？我觉得能骑在马上自由地奔跑，也是件享受的事。上次因为不会骑，到现在还被师爷笑话呢。哼，得了吧！你如今是皇阿玛身边的红人，谁敢教你啊？万一把你摔个3长2短，我跟皇阿玛可交代不了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！哎，别跟我来这套！我不管。你答应了啊？等到了草原再说。我走了，草原见。多有得罪。你的马上功夫很厉害。承让了。你看什么？我在看，能把马骑得这么好的，居然是位姑娘。怎样？你以为赢了一个姑娘胜之不武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。我管你想什么呢？总之，今天是我技不如人，跟男女无关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就好。看你这身打扮，大清国当官的。在下微不足道一小官。你可是第一个中原人可以赢本姑娘的。侥幸，侥幸而已。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什么侥幸？我交你这个朋友。在下荣幸。我叫萨仁。萨仁。月亮姑娘，你好。你懂蒙古话？一点点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星星。星星。后会有期。这。